電話號碼咧個數字嘅能量咧係從何而來咧？而咧就點解咧對於我哋嘅人嘅身體咧會有唔同嘅叫做啦能量上面嘅磁化啦？係啊，其實咧電話號碼係做緊一個咧類似一個 filter 一個過濾器嘅角色咧，去幫我哋咧將啲能量上面咧有呢一個咧調和個作用啦，亦都咧喺外來入嚟嘅信息或者我哋出去嘅信息入面咧，好似一個過濾器咁樣咧。將佢咧而變成咗咧一個咧正能量之間嘅互動咯。假如閣下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咧教你點樣咧運用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咧去提升個人能量嘅話咧，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過往咧我拍咗咧超過1400條片咧，就講及到咧點樣運用電話號碼數字能量咧，就幫人提升咧就自己嘅運氣。所以咧，如果你好想咧學懂啊，或者甚至乎想認知 Ken Sir 點解咁犀利，可以幫人哋咧去透過電話號碼數字咧，令到自身能量提升啊，甚至乎可以咧就上個樣右個樣咧，就記得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同埋睇翻我之前嘅所有介紹。嗱，先講咧最簡單地咧一個電話號碼啦，我哋用咗之後點解會有唔同嘅頻率？因為最主要第一件事咧，我哋人嘅身體咧，其實咧我哋係俾一股能量嘅氣場咧係包住咗我哋嘅。呢一股能量嘅氣場咧，好直接咧，亦都咧係影響緊咧我哋唔同嘅思維啊，唔同嘅身體嘅健康狀態，可以係透過我哋嘅思維而去改變呢個氣場。亦都可以咧，因為呢一個氣場上面咧，而影響翻咧我哋嘅內臟嘅活動，包括我哋嘅心肝脾肺腎啦，我哋血管點樣行，經過我哋嘅大腦啦，我哋睇嘢嘅角度係點咧，我哋思考嘅習慣係啲乜嘢咧？因為一個好正常嘅人，冇經過任何嘅訓練嘅話咧，好正常地咧就會咧受到咧佢八字入面啊，即係佢生命數據入面咧，喺唔同嘅時段有五行嘅分佈啊嘛。稍後亦都會教大家咧點樣咧開你嘅八字本，揾翻你嘅能量數據嘅。咁而咧呢啲能量數據亦都代表咗咧，我哋喺某一個時段行到某個歲數又會轉換，受到咧每年嘅太歲啊，或者咧你喺嘅工作空間入面個風水磁場啊，個環境能量對於你亦都有啲乜嘢嘅磁化啦。你與生俱來你嘅名字啦，用緊啲乜嘢嘅畫數啊嘅字，用緊乜嘢嘅形狀嘅五行啊，亦都咧對我哋有唔同嘅影響咯。喺近代嚟講咧，即係咧有呢個智能電話開始啦，電話號碼由呢個2支啊、3支啊、4支啊，去到5支啊。我唔知道你睇緊呢個 video 嘅時候，會係咪已經有6支或者7支嘅情況出現？當個電話去到咁高嘅支數，去到現在嘅5支，因為 Ken Sir 現在同你哋講解咧呢個整全嘅電話號碼設計呢個星運大師呢個課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用緊5支噶啦。而咧呢個5支即係代表咗佢用嘅速度啊，同埋咧佢傳送數碼嘅速度咧就非常之快。呢啲支數越高咧，咁越傳送得快嘅話咧，而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咧個能量咧，亦都咧係會啟動性，亦都會大咯。其實電話號碼咧喺網絡世界嚟講咧，就等於咧 Ken Sir 用緊一個電話號碼，呢個電話號碼亦都係我網絡世界入面咧嘅名字嚟咯。而咧講翻轉頭啦，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咧，而我哋加咗一個電話號碼數字入去，而數就係咧呢個五行，數亦都係一個卦象。呢個卦象嘅話咧，其實同我哋嘅身體咧係直接咧有一個咧叫做咧互動嘅情況。呢種互動係直接咧，你提升咗乜嘢嘅元素落去高咗嘅話咧，同樣對於我哋身體上面咧，亦都有唔同嘅變化。嗱，最簡單地就係乜嘢咧？喺唔同嘅位置代表咗唔同嘅叫做事情啊，或者人物，即係喺你嘅電話由尾數上去咁樣計。咁而呢啲咧由尾數上去計嘅宮位啊，亦都係咧干擾緊咧我哋自己，無論係正面定負面，都會受到呢一個能量嘅影響。有啲朋友會問啦，咁電話號碼咧呢個能量咧係點樣會影響到我哋？好簡單一樣嘢啫嘛。中國嘅古文化入面，《易經》所記載咗有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就係吉凶悔咎就在乎動。咩叫吉凶悔咎啊？所有好嘢同唔好嘢啊，令到你咧有後悔或者內疚嘅事情啊，即係啲唔好嘢啦。
都係咧在乎一個叫動向。呢個動向可以講闊少少嘅，包括咗咧就係咧你喺乜嘢嘅空間做嘢，你乜嘢喺你身上面係經常係動緊嘅咧？除咗我哋本身自己嘅心肝脾肺腎自動咁樣食咗營養落去，令到佢互動，係啊，要加營養㗎。你唔食營養，你唔食飯咧，你入面嘅內臟咧就會死竭㗎啦。咁啊，即係喐動唔到咯。而我哋一喐動緊嘅話，就係有能量。所以我哋要 keep 住好一個身體咯，而令到我哋能量氣場高咯。咁點解要靠電話號碼呢？點解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喂，我純粹用個人意志得唔得啊？當然可以，但係如果你可以做到嘅話，我相信你過往已經係做到咗啦。而咧電話號碼呢，就係咧，當我哋咧仲未提升到一個個人意志可以咧控制到嘅個人氣場啊，個人嗰種正面態度啊，或者對事情嗰種期望啊，亦都咧未去到咧嗰種可以掌握到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唯有借一啲外力咧嚟去幫自己咯。最普遍嘅喺過往未有電話號碼之前嘅話咧，大家用緊啲乜嘢啊？風水咯，最簡單就係用風水咯，或者可能你係求神問卜啊，或者係用其他啲唔同嘅山術啊，有啲人又念經啊，有啲人用符咒啊，呢啲都係一啲外在嘅能量咧調教緊你自己。而咧最簡單一個方法，因為如果你係用修行嘅方法，你唔知道自己嘅能量氣場要幾耐時間先可以調教到。咁當然電話號碼係咪可以咁快脆咧？其實電話號碼咧喺 Ken Sir 咧咁多年嘅經驗入面咧，試過咧有啲朋友咧用咗7天之內咧即刻見到效果，有啲朋友咧就要用到咧就50-60日，因為個人咧嗰個能量氣場咧同埋轉換嘅過程唔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啊，你換咗個電話號碼之後咧，係咪即時可以將舊嘅 cut 晒先？如果唔得嘅話，咁要一個過渡期，可能你有飛線啦。嗱，飛線其實好大鑊㗎，稍後都會有同大家講解，所以唔好隨便飛線啦。咁即係你需要係咩？用一啲時間咧，令到你同個數字，即係你電話號碼嘅數字，互相要有一個中和嘅空間咯。所以電話號碼最簡單地咧就係咧一個咧去陀喺我哋身上一個發射器，呢個發射器就係直接同你嘅氣場去干擾，直接影響到你自己嘅身體能量狀態咯。所以有啲朋友會問我呢個有冇因果？你買個電話號碼，你嘅因就係攞咗去叉電啊，另一個因就係你創造咗一個好嘅數目字，為自己設計咗一個好嘅數目字，或者咧各位你哋將來做師傅去幫人哋設計呢個電話號碼嘅數目字，呢個咪就係個因咯。咁能量從何而來啊？你電話有開噶嘛，有電源噶嘛，明白嗎？第二股能量就係我哋自身啊嘛，我哋自己有食飯噶嘛，食飯飲水做運動，令到自己身體好，而透過電話號碼嘅磁頻同自己嘅身體係合一咗。咁當然啦，呢個合一都要清楚翻你本身你自己嘅命格嘅八字，同埋你好想呢個數目字去發揮啲乜嘢嘅地方咯。咁而令到個能量而去產生咯。呢個能量使唔使玩？俾咗電費去叉電話啦，你亦都啦俾咗個利是個師傅啦，所以明白嗎？呢個能量係不需要嘅，因為本身你已經有付出而產生呢個能量咯。大約嘅概論咧，俾到大家知咧，喺學呢個電話號碼過程入面咧，個能量咧其實係由咁樣開始咯。電話號碼除咗要將23570剔除，我哋用晒14986嘅組合之外咧，亦都好重要一個環節啦。開始都講過啦，就係咧必須咧要配合你嘅命，呢條命有啲咩特質？我稱之為叫做生命數據。你嘅生命數據有啲乜嘢嘅元素？金木水火土有個乜嘢嘅能量嘅匯聚？你現時嘅歲數嚟緊嗰幾十年係會凝聚咗啲乜嘢嘅能量喺你身體上面咧去發散出嚟咧？咁你點樣配合咧呢啲能量咧去轉化咧？最簡單最快捷嘅轉化器就係你嘅電話號碼數字，而配合到咧你想追求嗰件事咧，可以在於你嘅要嘅效果，同埋在於你掌握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精密嘅設計嚟嘅。如果咧閣下咧想 Ken Sir 為你去設計嘅話咧，喺片尾有我嘅聯絡方法，或者最簡單啲咧，你好想咧自己學懂咧完完全全咧在於我去計劃掌握甚至乎咧可以幫到咧我自己屋企人或者身邊嘅好朋友去設計一個啱佢嘅電話號碼嘅話咧。
喺片尾亦都可以聯絡 Ken Sir，因為我有一個啦網上嘅課程，任何時間上到網嘅話，你中意學得快學得慢都冇問題，都可以學習到。再加埋我每個星期都會有跟進每個同學學習嘅進度或者有啲乜嘢唔明白咯。再提翻大家，片尾有我嘅聯絡方法，微信、WhatsApp 都可以。咁啊，下一個 video 同大家咧分享呢個電話號碼數字能量上面嘅資訊啦，幫到大家能量越大，運氣越好。拜拜。